这个姑娘口口声声就是要找下工了，伊甲我见面2摆单位，竟然还阁唔知我是下工了。唉，伊走入江湖的经验也太少，难怪伊受到赵夫人甲朱公主的利用。这个姑娘阁真聪明，想要甲夏大哥见面，阁唔讲明，故意办什么酒菜要送互可心的食，果然将夏大哥引出去。这个姑娘是做这个秀的，是讲嘛奇怪，要我可心的从来都唔捌看过伊，伊哪会对我这么好？又同情我，又惊我饿，送酒菜要来互我食。这看大伯呢，看查某看甲拢戆去，哼！也不想做讲家己生做这么歹，当这个查某敢真是会去介意？拢是怪我唔好，我若早一点仔甲讲，我就是下工良，较早放伊回头，伊就袂叫山贼甲伊受伤。我大哥替伊得高药，这么细心，佮这么温柔，我得药无唔着，阮大哥一定是去爱着。是免来这么歹命，早若知影讲有一个这么水的姑娘伫咧爱我，当初我都免去娶到这个安尼乌恰恰的这个肉圆啊！你这个碰到底呢，粗心的，目睭撩我金金上，心肝唔知伫咧想啥人。哼！你免小想要娶迄个查某来做某啦，若有我伫咧吼，对查某才无要甲人攻击的。粗心没有？啥啦？大爷讲好啊，要讲了，讲。哎，我爱告别人啦。头大，你去休困。我留在遮照顾这位姑娘。免啦，我顾就好，你听。你有听无？人就甲你讲唔免来，你就加步，你免在咧想空啦。行。哎呦，好啦。哦喂呀！大哥，你咧食饭一句话拢无讲，酒也啉遐多，你有啥物心事是？我哪有什么心事啊？你免搁蹛咧乱猜啦。啉一杯仔茶通我解闷酒。我看你对迄个明好哦，搁也不止啊关心安怎？哼，贤弟，你免吃醋。你若对个姑娘有意思，我就来做一个媒人。他是大哥你心目中的人，我才唔敢。啊？是安怎？大哥，有人来敲我的房间。你唔免对啊！来敲房间这个人，一定是要夺阮阿弟的亲笔信。也毋过什么人嘛想袂到，迄张批我藏甲足稳密，无人摕会得到。请你啊！我有感觉一件代志真奇怪。咱一路来到这，爬
世世拢伫咧谈论讲京城宝庆凤认囝的代志。嘿，啊是安怎？大家伫咧讲，这个王子朱世仁倒手有3粒红记，伊的面容甲王妃阁真共款，啊哪会无人谣伊讲迄是假的，伊是真的呢？大哥，你也认为朱公主是真正王子是？毋是，伊若要证实了真正的王子是安怎要杀恁老爸，杀人灭口，要夺你亲笔信？啊，那安尼你，我就是伫咧奇怪讲，王子较早失踪的时，伊是幼婴，恁老爸是要安怎分明讲伊是真的王子？大哥。有先见之明，啊，不过若无大哥你武功高强，会落来保护我，我哪有可能讲平安无事徛踮咧遮？你一路上辛辛苦苦来伫咧照顾我，我实在无应该瞒骗你。我要甲你讲，迄张批藏伫咧什么所在？贤弟，只要你藏的所在真机密，莫叫人发现就真好了。 是掠种讲你是受别人甲你利用，再去偷听阮老大甲迄个陆公主啊伫咧讲话哦。啊，当今嘛吼，我拢总知啊啦。当伊是咧知啥？你呀，已经去互迄个陆青甲你卖去啊啦哈！你若是也无看到伊呀，就较惨死。白离抗壁，你迄窗仔门旁你也去偷看伊。你好阿妹，你好阿妹，你是讲啥阿妹？ 碰过对面，你无影无车，你讲没有几啊剁壁哈？你安尼乌臭白臭衫咧伫咧倒，恁早晚还袂甲你算数的咯？哦，你我颠倒咧讲我问你咧，应该食醋人是我，你知无？迄个查某是啥人？伊是安怎无代无志叫小菜请你？你讲，爹啊，你无会通人啊？爹啊，伊是毋是生做啥水？老实讲，你甲我讲，讲啊！讲都讲啊，是咧惊你啥的？啊！ 啊，水，快摆伫咧目个正人伫咧看啦，敢干那我咧讲的尔是毋哈？啊，确实都有影人伊都水甲干那西施啦。哈，西施哦，西你去死啦！西施几千年前的人，你敢捌哩？你敢捌看过？啊，杨贵妃你捌哩无？迄四大美人其中一个，迄个杨贵妃呢？杨贵妃吼，伊就是生做像我安尼啦。 你安尼徛到这个美人形啊，哈！你也要比杨贵妃啊？恁爸
车车，你气我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要是我行出来，是恁主人搁咧叫我是？找无，到处拢找无，敢讲六千迄张批，伊会吞咧腹肚内？是。哇，叫来的主人啊，我已经来啊。畜娘啊，你到底听到什么话，紧对我讲。啊，咱听到迄甲你讲也无路用啊啦。你哪会知影无路用？你毋是讲为着恁查某囝的代志？你讲要调查看夏江良甲陆清，因两个到底是有啥物感情也无？免查啦，免查，查袂到啦。夏江良根本就毋知影陆清是查某的，因两个哪有可能去谈情说爱讲情话？我讲的毋只是干那情话，就是讲因所讲的任何倒一句话，你拢爱对我讲。吼，安尼哦，我想看卖啊吼。啊，对有啦，迄陆清哦，有讲一张啥物批，要甲夏江良讲藏伫啥物所在啦？批？藏伫倒位？我知，伊迄个夏江良就讲叫伊莫讲出来咧。哦，丽玉，送伊出去。知。夫人，批得袂着，你哪会放心咧倒转去行社咧？夫人，只要恁若会当除掉夏江良，就会当抓到陆清，逼伊提出迄张亲笔信。除了明士秋，武艺是无可能通胜过夏江良。唉，夫人，明士秋，伊偏偏就是丢毒不管，唔肯下手。夫人，属下想起一个人，只要这个人若出面，伊夏江良就防不胜防。什么人？银莲公主。好心替我顾伊发心。等下捌一个啥？是啊。喂，我都毋捌你，你哪知影我的名哈？无你是啥物人？你是要做啥物名？我姓金。哦，安尼你毋着金姑娘呢？哼，你爱知哦，我的脾气是无够偌好，也毋过吼，我知影讲即款代志吵吵闹闹是无效啦。所以我今仔日吼是心平气和，要好好甲你谈判者。少年，是有啥物代志？你做你讲。哼，你甲我真足听。
外苦。你竟然会将阮翁当作是美男子啊！那安尼你已经去爱着伊啊？像，你毋免担心这个啦。其实我早就意中的啦。哈，真水的。也毋过，若是伊苦心的人品，你若是无好好甲把握，伊早晚是会变心哦。哈，我你真是有意中人，你有骗我无？我要哪骗？亲爱的马公主，这份亲情已经3年。马公主，你的伤还袂完全好，你袂用离开的啦。贵啦，你敢会想到讲，公主一去这尔久拢无倒转，是毋是遭受到下江流的毒手？公主，为着恁公主，为着翠玉，我就是讲剩最后一口气，我也要来去少林寺。马公主。哥，马公主，你要去少林寺是？是，我要来去求武林明主发明大师出面，除掉下江流这个江湖败类，过世。而且，发明大师在伫个半年前就已经去世，伊在临终之前，将明主的信物辟玉令交予在下。靠近明主，而且，我只是答应发明大师代掌着武林明主的信物，并且我要替伊找一个适当的人选，通好来做武林明主。所以，你也是叫我明大哥就好。明大哥，现在你用要对我讲，下江龙为什么会是武林的败类？明大哥，伊求亲密随。你敢有证据？是我天后，亲眼见，为此伊悼念啊，才起的心马边。若非是公主，伊来搭救，哈，我已做迄个猎梟，迄个英雄。想要到下江龙，会是这种人？林大爷，我求你啦，我求你救阮公主啦！你公主，敢讲骗你的公主呀？金莲公主为着我要去找下江流，一去不回，唔知是毋是下江流会对伊下毒手？水
我滚水，滚水哦，啊茶米咧？唔免，唔免啊，好。烧，多谢，多谢。公主，请你入。夏高阳，景翠有代志，景翠有你出代志，你这吃死啊！好死！